因此，约翰告诉他们：“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就是要替他，我就是替他脱鞋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敬拜这位蛮有能力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拍手来赞美他。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天道。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你的神是把我的神，阿们吗？让我们用更大声音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的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大声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宣告这蛮有能力的神。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主在我里面，我就没有惧怕。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还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那蛮有能力的神，因为他大有能力，我们在他里面没有惧怕。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阿们。有弟兄们请坐。亲爱的神，主耶稣，感谢你是蛮有能力的神，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是我们知道人生无常，人生没有什么事是一定的，也没有什么事是非常顺遂的。那就是我们要学习，要将一切交托给你。我们要学习仰望你，就是你就会赐我们力量，你就会赐我们你就会在这患难中帮助我们。就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样子做我们的高台，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再次，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这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是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听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关台，你是阮一切的愿望。主，阮献上感谢，感谢圣神，佮引带阮众兄弟姊妹来到圣殿来朝见你。恳求上帝圣神，你甲阮伫咧保守阮每一人，互阮的心心灵拢勇壮，甲主有好的结连。原来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牧师娘，大家平安。因今仔日要来读路加福音第4章14节到21节。咱14节开始来，耶稣受圣神的权能充满，登去加利利，伊的名声传到四围各地区，伊伫逐个会堂教示人，受众人尊敬。耶稣倒去伊中大的所在拿撒勒，照习惯伫安息日去会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有一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伊就去开，找到一所在有记载：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者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耶稣甲册卷起来，番会堂的助理就坐落去，
会堂内的众人拢注目甲伊看，伊就甲因讲：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咧听的时已经实现啦。啊，咱今仔日是讲耶稣行家己的路，耶稣行家己的路。那些咧当地人听到耶稣讲你外口世界传福音的代志，因拢真欢喜。啊，耶稣转来啊，所以呢，因拢非常欢喜，真期待要来听耶稣到底耶稣伫讲啥话。伫安息日，咱拄个经文有读到，耶稣入去会堂，徛起来要来读圣经，有人甲以赛亚书摕互伊，耶稣拍开册，拄好读即段，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散下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耶稣读这段先知的话了后，甲册卷起来，交互管理会堂的人都坐落来。众人拢注目你等伊后一步要安怎，真期待要发生什么代志。结果耶稣讲。安尼，今仔日恁所听到这段经文已经应验啊！迄当阵，我想会场一定非常欢喜，因为耶稣讲，受掠得到透放，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咱在拿撒勒迄个所在嘛是互人侵占的土地，甲犹太地区共款，拢受到罗马帝国的压制。所以百姓的生活并毋是真爽快、真好过，颠倒有当时真痛苦。当耶稣宣讲这个好消息，受掠得到透放，无看见的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迄当阵众人的心内可能咧想讲：无听到耶稣，就是迄个要来的弥赛亚。有人甲耶稣的讲道看作是一个报头，耶稣要来推翻罗马帝国，安尼咱的好日子你要到位啊！嘛有人看作讲，凡世上帝拯救得要实现啊哦！因为以色列人久长受到亚述、巴比伦甲波斯的压制，即马阁受到罗马帝国的殖民。完全是无啥物愿望的未来，但上帝应允总算来啊，所以因的心内非常欢喜，想讲在因的好日子你要来啊！在场的人拢俄罗斯耶稣讲，真好，真好，真好！相信这个福音是要讲互阮知，是要互阮的，阮是散车的人，受了罗马帝国压制的人，阮应该就要得到。阮需要上帝赏赐落来这个自由，是非常好的消息。互受掠得到透放、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尊严的好的福音。但是呢，耶稣的回答后壁咱继续来看过，开始一寡人开始感觉犹豫。当耶稣继续讲的时阵，遐个会众愈听是愈毋对。愈听是愈生气，落尾讲要甲耶稣拖去山顶哦，要甲杀落去。耶稣的话，互众人对原本懊恼变作生气，是因为耶稣伫个拿撒勒的会堂第一届讲道内面指出，上帝接纳外邦人，上帝以色列以外有需要的人，嘛是表达慈爱甲怜悯。众人拢感觉怪奇，想讲咱的先知以赛的先知拢定定咱讲，上帝以色列显出慈爱甲怜悯，向以色列显出慈爱甲怜悯。这个耶稣说讲，上帝嘛对以色列以外的人显出怜悯，这真怪奇，这毋是伊爱听的，这毋是伊爱听的，所以因无法度接纳这款的讲法。因为安尼，因才拒绝耶稣，因将耶稣拖去山顶要来杀落。毋过，耶稣却真安然对众人中间行出去，
路加福音并无记载讲耶稣是安怎互因安静落来，也无记载讲耶稣尾啊是有搬落去，也是平安无事。我想应该是平安无事才对了。路加福音敢记载讲耶稣对因中行出去。圣经伫遮嘛暗示讲，无论人是毋是拒绝耶稣，耶稣伊拢行家己的路，行家己的路。伊来到咱中间，煞无法度互咱受咱的约束。耶稣去互卖迄暝，门徒用刀要来保护伊。耶稣叫门徒莫动刀。耶稣用非暴力的方法，行伊的十字架。耶稣过活了后，伫个以马五斯的路上，撞着门徒。尾仔门徒想要甲国活的主留落来，伊嘛行家己的路。伊把饼摕互门徒了后，雄煞看无人，消息甲无影食。基督耶稣进入世界，咱想要甲救福案定好调，因为惊讲走去。毋过，耶稣伊原是行家己的路。那安尼，咱敢爱对伊行，也是互耶稣家己行，咱行伊行伊的，咱行咱的，无对伊。我想在座的兄弟毋是安尼。耶稣临到咱中间行，但伊行伊家己的路，无受咱的束缚甲控制。毋过伊嘛是相时伊嘛是邀请咱甲伊斗阵行，甲伊斗阵行。有时咱会该关心咱家己，甲耶稣当作是另外一个有路用的方法，有路用的路。会当帮助咱得到咱想要爱的物件。毋过，上帝是自由的，咱只会受造有限的每一个人类，咱是无法度，嘛袂当掌握永远的上帝。耶稣无受到咱的掌握，拒绝互人利用来达成人想要爱的目的。反倒转，耶稣要透过咱每一位来达成伊的使命。耶稣伫个会堂宣讲讲，这个话拢实现啊！众人对一开始的学罗耶稣讲真好真好哦，阮好日子要来啊！慢慢所变做气噗噗，丢骹顿地。因为这甲因的想法完全无同。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是全世界，毋是敢为了以色列尔，是包括外邦人、散者人，互人溺爱受压迫的。伫个路加福音内讲，嘛是青梅人的好消息。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第2节开始伊的宣讲。这段经文刷落来后壁，就是讲到报应。耶稣无引用，可见报应毋是耶稣要讲的重点。这段经文表达的是弥赛亚毋是要来审判，颠倒是要甲上帝的疼甲怜悯分享给世间人。面对安尼宣告，应该是真好。因为是耶稣是对全世界的人，毋过有人欢喜，煞也有人反感。咱转来看路加福音甲以赛亚书61章第1节甲第2节，咱拄啊读经文再比较看嘛，会发现讲青梅得到光明，这段是伫个以赛亚书内底无的，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伊特别有加入去的。伫个希腊文内底，看见的意思有知影、明白的即个意思，所以福音书的作者有可能想要强调明白福音和耶稣的使命的重要性。
耶稣邀请人重新来理解福音，看到耶稣将剥削压制人的权力，转化成做仁爱、公义、自由的力量。耶稣行伊家己的路，这个福音今仔日犹原对咱每一位提出挑战。耶稣用旧约来指出人安怎硬拗圣经的意思。当耶稣咧解说圣经的时，众人拢有想袂到的感觉，因为耶稣耶稣刺激因，互因新的想法、新的眼光、新的看见。所以耶稣带来的挑战是咱爱对伊走是毋是？耶稣引用圣经话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伊差派我。”耶稣行伊家己的路，对耶稣的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爱行家己所领受的呼召的路。咱教会跟对耶稣，嘛爱知影教会所受的呼召，来完成耶稣所托付的使命。耶稣伫个福音书内底有耶稣宣告讲：受掠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对今仔日的教会有啥物启示？教会爱安怎对耶稣的脚步？会当来行出下主心意的路。耶稣行伊家己的路，对咱每一位，对耶稣的你甲我有啥物意义？你所领受的呼召是啥物？这嘛是需要咱大家来思考的。伫咧基督中，甲主来对话，来了解咱所领受的呼召是啥物。咱嘛为了教会来祈祷，特别是咱今年咱教会是60周年的一个纪念，有真侪活动，若活动以外，咱的灵命，咱甲主的关系会当安怎搁较来亲密的连结，会当甲安怎伫个咱的灵命、咱的成长顶面，会当为主来做工，来荣光主的圣名。接下来，咱嘛会当为家己祈祷，求主帮助咱看见上帝伫咱身上每一个人无同的计划，而且是愿意为主付出，跟对主的带领来向前来迈进。所以，咱为了教会为家己来祈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若毋是你的疼、你的恩典，阮实在无法度认捌你，阮实在无法度讲主，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这个恩典是遐尼啊大，主，阮感谢你。多谢了替主耶稣基督，阮也恳求你的圣神甲恩典充满伫阮教会。若有后去无好的所在，恳求主你来改革；若有无啥着无拄好的所在，求主你来纠正；若有阻碍的所在，嘛恳求主圣神你来验证；若有正义的所在、公义的所在，求主你来管握。互阮教会一日一日来成长，阮的会友灵命一日一日来坚强大汉，来对主你来行。互阮的教会伫这个桃园的地区，成做光、成做盐、成做福音的光塔，会当来引带搁较侪也毋捌你的人、毋捌听过主你福音的人来认捌主，来互你的生命得到救赎。愿恳求主来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座位上一起起立，我们再一次来用这首歌来回应刚刚的信息。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
心的满足。慈爱的圣灵，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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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咱即时来为了国家、世界甲社会来祈祷。第一个，美国来宣布乌克兰同意30天的临时的停火，求主来掌权，来显明公义，而且会当安尼来带来永久的和平。第二个，行政院总预算案引发全台大罢免，复议案嘛无通过，造成中央的政策实在无法度来施行。求主来掌权，伫立法院的运作，借由人民的发声，互政治人物会当更加尊重民意。第三，国发会讲台湾伫今年正做亚洲第2个迈入超高龄社会国家，总人口嘛伫个2070年会减少844万人所以咱为着后一代的子女来代祷，求上帝看顾，会当来带领勇敢来向前行。咱为着这3项来献上祈祷。
主啊，爸爸上帝，你是公义，嘛是疼的上帝。主啊，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已经3年啊，恳求上帝圣神，你继续来引带保守啊，现主时有停火的这个协议。恳求主圣神，你继续引带，会当真正两方将这战争来停止，和两国的百姓会当得到和平。啊，恳求圣神伫这所在显明你的公义，哦，会当带来真正永远的和平。主上帝，你也知啊，国内总预算案啊，安尼差甲乱糟糟，和中央的政策。实在是无法度来运行，恳求主圣神你来掌权，你的公义啊显明啊，透过人民啊大罢免的这个动作，恳求主圣神你会当互政治人物会当来尊重民意，恳求主圣神你伫这个所在，你是来掌权啊，原来恳求上帝圣神你来保守，虽然现主时。总预算方实在是无法度但是伫个中间，助力议员带领中央政府，会当尽量想办法来互这个政策会当来运行，互百姓的生活会当安定。恳求主圣神你保守看顾，主上帝你知少子化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特别台湾伫个2007年。讲会减少844万人，主啊，阮恳求你圣神，你来怜悯，你来祝福，或者是少年人，互因会当勇敢来生团坐坐，互这个台湾人口会当搁加添过来。主你赏赐因满满，互因无因为眼前的状况来惊吓。主你来赏赐因满满，伫个经济顶面，伫个工作顶面，伫因的家产顶面，主你拢加添，互因无因为安尼，互因会当放心来生团坐坐，来生团，而且在坐坐内面来当主你来竞选这个细囝来成就主你的囝儿，恳求上帝圣神你来祝福因带，完献就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继续为着教会来祈祷。为了5月17、18，教会全教会退休的报名人数来达到，现主是差不多是130位，咱目标至少爱200位，所以恳求主圣神来鼓励，更较侪集体来踊跃报名，伫经费顶面有丢度的兄弟，嘛当得到上帝的亲自供应，伫这中间来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互全教会大大小小。拢会当经历上帝丰盛恩典，伫这中间，嘛会当互全教会兄弟透过去参观大中的教会，伫个中间退休会灵命，那灵命会当有好的更新，伫个礼拜顶面嘛有较侪领袖。第二个为了3月16甲9、28第一梯次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团员甲行程来台岛，求上帝看顾保守，出入拢平安，而且有真好属灵的学习甲见证。第三，为了4月26福音餐会邀请贝斯特的安德烈行动来台岛，恳求主上帝来透过台岛，会当互新的朋友看见上帝圣神奇妙的运作。愿咱为了这3项来献上祈祷。主，阮这时为了教会来祈祷，主，
主你是大能大力，充满你迦南教会。主啊，我若要为着5月17到18退休会报名的人数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主你来帮助，更较侪具体热心来参与。你经费方面不足会当得到上帝你的供应，互因来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特别上帝，我若要为着搁再来即个3月16到28的第一次的德国宗教改革的旅游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主你来看顾所有的专员成员，拢有你的保守甲眷顾，愿你的恩手祝福甲保护，甲因同行，愿因拢会当享受你主你的平安。特别上帝，阮即时也要为着4月26福音餐会邀请贝斯特的安德烈行动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主来透过这个祈祷，互因明白恩典要临到每一个因的身躯。主的恩典也要临到咱的教会，无挖靠家己的聪明，无挖靠家己的势力，乃是挖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特别上帝求主福音的火要灌压伫咱的中间，迦南教会同工要点剔咱的火热，咱会听咱的性命，所有远离上帝的人要来为因祈祷，求你复兴因的性命，求你互因回转来归向你，你来复兴阮，你来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咱煞只要来为着咱教会集体来代祷，但是要来邀请咱大家来为着蓝明和弟兄来祈祷。明和是伫今日中昼早起着身体无爽快，所以去中医师来看。中医师看了无问题，转去厝诶，伫厝诶，煞呼吸急促无法度呼吸，送急诊到龙潭的这个三军总医院，所以底下已经没有心跳，所以伫下晡3点07分抢救无效，就蒙主恩召，只有58岁，咱为着这个明和的太太玉云。为着3个囡仔恩典、恩柔、甲浩浩，用3个细囝来祈祷，也愿上帝亲自来安慰这个家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明和弟兄全家来祷告。现在主上帝，阮伫这个所在要为着蓝明和弟兄伊伫无意调的中间，主上帝你调伊回去虽望阮真戆硬也真唔甘甚至拢无做遮个打算甲准备。总是上帝你伫这个中间有你的旨意，也有上帝你的意思。主愿上帝你亲自来安慰伫这个敬人的心，特别是玉云姐的心，也求上帝你来看顾甲恩典恩柔阁有好好因全家甲明和的妈妈的兄弟姊妹，遮个家族，主求上帝你来引领甲看顾，也保守帮助因来行过这个艰难的时刻，也互这个明和伊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得到安享，也将咱明和伊的这个后事甲伊所要来举行遮个丧礼，遮个告别式，拢交伫上帝你的手，愿上帝你的神亲自来帮助甲引带，我们来献上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我们伫这个所在要为着咱明和弟兄来祈祷，主伊伫今日下晡3点07分，主你紧调伊转到伫天顶的家，煞伊伫世间一切遮个劳苦甲担当总是冤真唔甘也继续为着明和伊的这个家族伊的某囝全家大细，伊的妈妈兄弟姊妹家族来代祷。也愿上帝继续扶持甲看顾，也互明和伊的这个丧礼甲后事，拢会当真顺时来进行。愿上帝你的神大大来安慰众人，也来扶持引带。愿将明和全家各一届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亲自带领，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为着这个来这个拜六有这个余安吼，甲玉婷吼，因要来举行这个结婚的感恩礼拜，是这个志祥长老的后生啊，甲新妇，因是伫去年已经登记结婚，今伫来这个拜六要来举行，愿上帝祝福伫这个余安甲玉婷，伫因的结婚以后的家庭，甲因所要建立的基督化的家庭，也建立伫这个礼拜中间，拢会当来有上帝的稳定祝福。第二，咱为着吴敬宏弟兄来代祷，敬宏兄弟2月5号，去到伫这个台北荣总医院到单已经1个月尾，总是感谢主，伊的身体有在进步，已经有91岁，也求上帝看顾敬宏兄，伊会当早一日出院，卖当恢复健康，求上帝甲伊同在。第三嘛，为着文道兄来祈祷，文道兄前一阵有带伊伊开始来写游记求上帝保守文道兄伊在写游记的过程，会当有体力、有快乐，也有主的神甲伊同在，互伊身心灵得到坚固，心内有平安。第四，为着这个秀凤小组长来祈祷，因为这个化疗以后身体较虚烂，也求上帝神扶持秀凤来靠主的快乐得到加添力量，也互伊的治疗甲所进行的化疗拢有果效，会当来改善伊的身体的状况，也经伫7年的中间，会当有主的恩望甲稳定，互伊当耐心听候。咱也为着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特别也为着咱的长辈，也是咱伫小组内面身体欠的兄弟姊妹，咱也做伙出声，来为着咱的过一点了，是你的明德甲利亚，伫3月21号预产期所以剩下1个多礼拜，1个多礼拜要求上帝看顾保守，能够生产顺利，会当有上帝同在。咱做伙为着咱这肢体，为着余安甲玉婷，为着敬宏兄，为着文道兄，为着秀凤姐，为着利亚这个生产，咱做伙出声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阮的亲的余安已经来传播，也来这个拜六要来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你也来施恩祝福，伫这个余安的心上，主阮也要为着敬宏兄，伊伫病院中间，伊搁伫加护病房内底，也会当互伊有病神，也会当平安来出院，也会当早一日会当来有这条恢复，也为着文道兄伊在病院伫出院来感谢主，也互伊即马在写游记，会当有上帝你的平安同在，看顾伊，互伊享受伊勇敢甲快乐，也互照顾伊的查某囝出来的人，也拢有上帝快乐，也为着秀凤来代祷，主要求上帝你甲秀凤提点，互伊有信心来挖靠你，也互对伊身体要咱的时阵，有主你的力量甲伊同在，也为着利亚来代祷，也求上帝你看顾利亚伫3月21号的预产期，会当顺利的来生产，会当所生的婴仔细囝，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稳定甲祝福。主，阮也为着伫教会中间，阮的肢体，阮的兄弟姊妹，受着阮的长辈时代来祈祷，求你互阮的每一位遮的长辈拢有勇壮的身体，特别阮的兄弟姊妹，嘛拢会当出入平安，也求上帝你照顾阮每一个人的道合，阮拢会当彼此来代祷，彼此来守望，愿上帝你的神亲自来保护、抓查甲看顾。阮同齐伫主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我们最后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赐福于你。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愿耶和华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圣灵时时围绕，愿上帝的恩典赐福在我们众人当中。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
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在忙碌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在周三的晚间，借着祷告会，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路加福音，能够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帮助。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啊，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找到；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到盼望，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也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主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主啊，再一次与你与忧伤的人同忧伤，与哀痛的人同哀痛，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盼望软弱的人，主啊，求你加添力量。主啊，贫乏的求你加添能力。主啊，愿你恩典满满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再一次为着迦南教会在60周年各样的事工、各样的活动，以及各样的属灵的操练，不论是路加福音的灵修共读，或是 A1 的装备系统和 A2 的长大成熟，主啊，都求上帝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灵命都能够活像耶稣，能够活像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好，请坐。那牧师也利用这个时间，再次简短的来分享，这个今天到医院探访敏和的状况好，那敏和他是3年前有中风，好，那但是这个中风算是很轻，好，所以对他造成的影响没有很大，好，但是在这几年当中，就是他也比较影响他的说话。好，那他的习惯都是会看中医好，那今天他也觉得有点不舒服，去看了中医。好，但中医判断认为说他没有问题，好，没有事情，好，所以但是他回到家中，好，就呼吸就不呼吸困难，好，紧急送医好，但是送医的时候发现他有这个脑溢血的现象，好，然后本来要装这个叶克膜，好，但是也发现。好，他有这个体内有血水好，有血水，好，所以就是用这个急救的方式 CPR 好，跟这个电击器的急救，好，那一直到中间有请大家带导，有稍微好起来，好，但是后来又掉下来，好，所以医生也说就急救到3点，好，到3点，好，那最后就是到3点07分。好，那但是感谢主，就是说敏和在这段期间，好，他没有很大的痛苦。本来医生，好，有时候如果要急救的话，可能就要插管。好，那但是就是我们看到敏和的时候，好，还是非常的平静好，就像是睡着一样。好，只是敏和他没有准备，他的太太玉没有准备，3个孩子都没有准备。好，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来不及准备好，那所以我们也为这个家庭来代祷，好，也求神好继续来看顾这个家庭。好，敏和的妈妈好是现在在台南，好，那下个礼拜也要可能要之前平常都是跟敏和住在一起，好，所以下个礼拜也会准备要再上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肢体的消息，好也请大家能够关心代祷。好，那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来祷告，好，求神看顾保守每一位。好，那谢谢大家的代祷。我们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特别要提出代祷的，好，在这个有没有想到特别要提出代祷的？好，如果有的话，也欢迎留下来，好，我们可以留下来代祷，或是我们彼此请安。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就到这里，好，那愿神赐福大家，好，平安，谢谢。